有錢嘅時候就係咁加住。輸錢皆因贏錢起，當其時我覺得真係我都冇乜希望㗎啦。接受輔導嘅過程裏邊咧，就真係見到個曙光嘅。初嗰陣時咧係好細㗎咋，臨尾都去到幾千咁上落，試過買嗰場波去到5萬蚊。輸嗰陣時咧，認為係總有機會贏翻晒個注碼，總之就有錢嘅時候就係咁加住。負債啊，當然係不斷咁加啦。其實已經賭博係控制住生活嘅所有嘅一切咧，都俾控制咁樣。同屋企人相處啊，每況愈下咯。跟住就中心有個分享咁樣，佢話一句話收手仲有機會㗎咁樣。嗰刻突然間又好似好舒服喎。中心感覺得好有真誠嘅人喺旁邊嚟引導你去做翻一個正常嘅生活，屋企慢慢嗰個關係咧就一步一步咁樣回復翻正軌啦。賭博人士咧，佢哋感覺到有一個追賭嘅情況啦，唔賭嘅時候咧囉攣，同埋咧有一種強烈賭博嘅衝動感，呢啲都係咧賭博失調人士咧普遍出現嘅症狀。因應世界盃嘅嚟臨咧，展情中心咧係延長咗關於賭博問題嘅 WhatsApp 查詢服務。我哋都得到民青局平和基金嘅資助啦，有額外嘅資源咧去拍攝咗3條嘅短片，分別咧用年青人咧去做題材，希望能夠喺俾年青人都會了解得到自己有冇一個賭過界嘅一個情況出現，佢哋可以喺邊一個嘅地方去求助嘅。明愛展情中心咧，而家係提供緊一個戒賭嘅熱線輔導服務啦。好希望咧，賭博當事人咧去明白過去佢賭博失調嘅情況，亦都咧去糾正翻咧佢哋對賭博一啲嘅理解。咁希望重建佢哋嘅生活啦。但凡有賭博成分嘅嘢，我都有參與嘅。咁沉迷賭博對我最大嘅影響咧，係我傷害咗我屋企人，影響咗個家庭關係。跟住就係債務啦，影響工作，冇心機做嘢㗎。當其時，輸錢皆因贏錢起，贏過錢嘅，所以就好想重複嗰種咁嘅感覺啦。結果就係越賭越衰咯。咁個契機係出現喺我太太決定同我離婚嗰段期間。咁因為我重蹈覆轍啦，佢無能為力，咁啊所以同我揾咗平和坊嚟呢度接受輔導。我當其時唔覺得自己有希望，但係我嚟到之後咧，喺個過程裏邊咧，就真係見到個曙光嘅。以前我就成日用賭博嚟處理債務嘅，咁但係喺呢度輔導員教識我唔好逃避啲債務咯，甚至乎主動嘅去聯絡啲債主，同佢商討一個還債嘅方案啦。呢度俾到我一種安全感，一種支持、鼓勵同埋一種被接納嘅感覺咯。原來係有希望嘅，原來係有出路嘅。戒到之後，感恩我可以有機會翻嚟中心嗰度參加朋輩輔導啦，係用翻我過來人嗰個經歷去幫助啲有需要嘅人，令自己更加警醒啦。東華三院平和坊咧係提供一站式同埋跨專業嘅戒賭輔導服務嘅，去幫助受賭博問題困擾嘅人士同埋屋企人。咁如果有需要嘅話咧，我哋都會轉介佢哋去一啲合適嘅社會服務，去處理佢哋嘅由賭博衍生嘅其他嘅問題嘅。咁因應2026世界盃咧，平和坊會配合民青局平和基金嘅全港抗賭波推廣同埋公眾教育計劃，咁我哋會加強服務嘅。咁同一時間，我哋亦都加強外展嘅工作，我哋會多啲入校嘅活動，同埋透過流動宣傳車去走訪各區，去提供預防公眾教育計劃。咁平和坊亦都同唔同嘅大專院校同埋青年團體合作，喺世界盃期間成為抗賭青年大使，讓佢哋建立健康嘅正向生活態度，向大眾積極宣傳抗賭信息。為咗協助受賭博影響嘅人士同佢哋嘅屋企人，政府喺2003年成立咗平和基金，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負責管理，通過不同嘅公眾教育活動，包括資助非政府組織同埋學校，提升大眾特別係年輕人對賭博禍害嘅認識，亦都希望通過呢啲活動減低賭博禍害帶嚟嘅影響。
同時，平和基金支持緊4間輔導及治療中心，包括東華三院平和坊、明愛展情中心、石安社會服務處郁麗軒輔導中心同埋香港道德會清亮中心，仲有網上輔導平台 Smart I Change， 為賭博失調人士同佢哋嘅屋企人提供輔導、治療及其他服務。大家亦都可以打平和基金嘅戒賭熱線1834633尋求協助。賭錢可能會俾到你一啲短暫嘅快樂，但係賭博嘅禍害咧係長期。盡快去行出第一步啦！中心會有好多支持啦，打開個心扉，放開個懷抱，令到自己一步一步去回復個正軌。